讲师好，大家好，请坐下。请坐下。建议各位两本书，给咱在这注意今天台面，咱大家早安。讲师早安。首先，我们现在讲天天作业咱找这个国家医生，给咱建议两本书各方面在乎加天天者无去的，到再一次了解这个议题啦那这个来这课讲起来好啦并不是咱研究中医班的产品，伊讲变成是主题这个题目叫互我来支持，我来表达互我讲那是爱来接受虽然讲这个蛮复杂但是嘛爱来接受讲起来，其实咱在学外这课啦咱做讲师讲完的时候，应该讲重要的，应该是做不啦。就来咱有先有这节课，这节课才是我以我所了解就天天者讲就找皮肤就皮肤文啦这皮肤文就是这个是有关中央第一句，天命之意是行之于科，修科之于道。就对这三句啦做一个训中训，所以我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父母。咱这个要讲对啦，中央第一章第一句所做的父母，来第一个训中训。咱若要开始话，咱就知影啥物叫做训中训。一篇父母内底，内底伊个就快做出父母，安尼叫做训中训。这奥妙啦，这是真个理解。咱学校开始来针对这课来做一个录音身体报告。学校是做身体报告的，实在有啥物道理啦，都是做分享。应该讲大家道理会比学校要较深，要较深。学校咧看袂，咱即个该较轻松嘛，有恁去到大家轻松。我拄仔迄节课可能恁去歹所以可能咱感觉讲不舒服，不舒服。这应该我哋感觉是较对，应该有恁去。所以讲无恁去是咧修行，哪有恁去是两事，有恁去两事呢？咱真拢无较袂体会着无恁去的迄个迄个感觉。像咱较早我学的时阵10几岁有两个听道理无恁去的嘛电脑嘛无，嘛是照做主路就对啦。较早是主路，无恁去无电脑会亏死，较早的亏死无真正好。咱即个亏死。咱就做轻的嘛，较早开始讲咱就迄个啥，人食啦，迄个面条虾，迄个啦，迄个叫做啥，咱就面条虾，迄大碗买的。我特别爱食啦，因为特别无老买迄个看，你太大了，你食较老看。咱是较早过年，过年咧收入其实生活无好啦，但是成就足济啦。咱即个收入比生活足好，大家做有力气当钱，安尼做但是实在是你老不会吧？这实在有原因这大家慢慢大家对吧？你来咱看，其实伊讲天命智慧性训中性，这是咱题目安尼做。伊内底有做有做系统，咱大家来研究啦第一句，父母的子孙自然父母天命智慧性的训中性。因为咱应用内底因为大家拢带动。念嘛，我想讲，安尼我带动念啦为什么带动念？一方面有咱增加咱的印象，较过就有印象，印象等下咧听可能有感受安尼所以咱尽量做伙来读对话这是较白话文，咱做伙来读这若要读做，这是白话文，但是要读做迄个那种经典的有时候会有一些。要不对啦，我今仔就叫咱读，对我来读。我文来自美好清净的所在。我文来自美好清净的所在。带着慈悲恭敬和蔼善良。带着慈悲恭敬和蔼善良。
有吉祥光远的力量。天父本性尊贵，而且可想。立誓保持原始纯净，正主无异。好天地圣贤仙佛感应相通并发光。心灵的满足喜悦滋润生命并芬芳。好出动人乐章。其实也不看得到，印象会比那个那是个比较，这是日常情。啊，这文看是足对啦，咱来讲较经典的文足轻松啊，听无看无吼轻松。咱时阵就用咧较白，但是虽然较白话，其实有当时看法。你讲了足白啦，啊，但是咱看法唔知咧讲啥，看来就足简单的吼。啊，咱拢来自美好清净的所在，咱大家拢伫足好清净的所在，真理无形无相，真正这是我的感受。真理无形无相啊！但是圣人若要用一寡话，用一寡文字，咱看无啦，咱也唔知。啊，当然用一寡话咧表达，有当时啊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啊，总是经典哦，听经典，爱掌握一个原则。伊这甲一般咱咧学物件无共。哦，我咧学会拍电脑，我咧学开车，我咧学修理车，我咧学修理啥？跟学到跟这个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咧学电脑，你手指上活，但是学到电脑边个，你手指上活。所以看经典的道理啦吼，一定爱惜，夜视较是好。啥物叫做夜视？咱今日大家坐遐，咱在咱感受，我的心了无？还是家己的物件？你所看见一切外在物件都以外的，吼，这个有作用的，但是有一工来歹。这条第二作用的，有一工来歹。人生所有的诸事因缘，你咧看政府，两工拢会无，吼，但是有一项永远存在，就是真济者，互你感觉有听迄个目标。所以咱所研究所有经典，拢在讲这个。啊，如果可能我讲讲我照对来，你讲嘛，你讲我到底讲这是啥意思？就有啥物讲甲人济个真无道理，讲圣人为啥物讲甲人济真无道理？其实伊讲的道理无离开咱的自信。啊，所以讲咱研究真理吼，爱家讲法就做道理，你爱甲你家己的身躯，你若无讲甲你家己的身躯，无足伊讲的呢，足抽象的呢。你讲好，好啥物叫做好？咱若咧大人遇到吼，袂拢会安尼讲，足侪人拢安尼讲，一个两个，啊，辛苦就好啊，爱求啥物道？安尼吼，这足侪人拢会安尼讲咧，只有好就好，啥物叫做好？足抽象。你讲的好，甲我讲的好，你讲的好人，甲我讲的好人，我讲我是好人，你讲你是好人，但是我认为你是好人，我家己才是好人，这袂关啦，这是世人这袂了。啥物叫做善，啥物叫做恶？世人拢没有交集。所以真理讲的就是对。咱如果若我讲可以到个人的心中，我讲的物件，它很抽象，似是而非。你讲对，你讲没有一个交集。好，所以咱看这看法律就是啊，就是来，你也想看你有啥物件？你是有当想想你有啥物件？我嘛咧，我咧想讲你家己有啥物件？有人我参与出价偌济，我今仔用你偌济，人家拢做啥物啊？无一项注意的。我今仔做总统呢，我判总统4年，想算你大概8年。啊，到尾也是啥？啊，无人去讲做总统，你拢暂时的物件，总统到尾嘛会好来。哦，其实若果是你的老爸，第4人，啊，佫过第4人，佫过第104人，可能拢毋知影做。夫妻，若我本是用能量吼来安排是国主，夫妻一世，啊，佫过呢？佫过，我嘛毋知我过去的太太甚至看来讲囝啥物人，我嘛毋知影，你这都没有了啊！我这拥有的是一世，啊，所以讲咱人是咱人看，啥物是真？有才会体会人啥物是真。所以咱今仔天命之归是天互人的。
要咱来分析，所以咱大家提供咱大家拢对上天啊，啥物叫做天？即就是伫咱天地住的所在嘛吼。因为咱时常咧讲天啊、上天啊、天公啊，迄拢时常去讲。啊，啥物是天？天举头你看，离我真实，但是离我真实会歹呢。哦，离我真实会啥？日头会歹啊，迄个地球会歹啊。听科学家咧讲啦吼，以后天底混沌啥物叫混沌啊？讲黑洞啊，黑洞就是讲嘛，即宇宙当中有一个黑洞，黑洞就是你看无，但是能量之大，有嘛嘛。啊，所有的物件算星球去到遐拢会无去。所以听讲迄是安尼研究来，科学家就研究到尾啊，就安尼讲，以后的宇宙到尾啊拢总无空空。咱即个看星球，敢是足济？哦，千几千几几啊，我讲袂完啊。一个太阳系，还是讲一个银河，几啊千亿个，至少是1亿个恒星，日头啊，即叫日头。1亿个一个银河哦，啊，你也看全宇宙几个银河，密密麻麻，迄比地球算较济。咱若要来讲谈要星星啊，看啥物？全宇宙的星球比台湾的，比迄个地球的算较济。咱若一条线断倒一个星球，一条线断倒一个星球，全宇宙的星球比地球算济。讲安尼，但迄是科学家讲。但我互我讲的，你会搁去讲个暗古的，我毋相信。若讲科学家讲的，可能咱个专家专门咧研究的哦，可能咱就较无去。世界偌大，宇宙偌大，但是到尾也无。啊，所以这理性内底有咱去了解天，啥物是天？伊是天还是地球？天离过来咱人的思想，所以要看天毋免掠头，掠头看无天啦。但是掠头去看是看一个大概的比喻，圣灵在比喻迄个天大概意思。伊是伊真正的天有迄个思想，所以迄个天内底就爱写一个人，是天内底啦。人等于叫大嘛，大叫地就会叫天嘛吼。所以中国人过去咧做字吼，足好讨厌。伊就甲你讲天就是迄个思想，天无离开人，所以天理离对，天理无离开头壳顶就是迄个思想，所以天理爱对良心。天理是对良心嘛，所以要看天理对你的心。啊，你的心选你拣个上好的心，我嘛做好心的，我人做人我会去做啊。你这上好的心吼，你是绝对错，要得清。所以第一句咱来看，咱来自美好清净的所在。上好的物件是清的，天有啥物叫天？因为是清。因为若乌云大雾，看袂到天，我看的是云。哦，咱若咧落雨，狂风暴雨，我看的是乌云嘛，我看的是云呢，看无到天。咱若这个云都散去了，才知影天原来遮清，安尼天遮清，你啥物都去看无。你的心若清，你啥物拢知影。我的心若无清，啥物都毋知，袂慢做了拢毋知影。所以天离天吼，是咧指了是啥？你心中的清啊，咱大家拢一个足清净的。所以即句话吼，另外一句该做解说啦。过去的圣人先生咧讲道理吼，拢感觉，所以拢感觉着，伊咧讲迄个宗旨感觉，只是文字表达无同。吼，中央讲天命之意是天就是清的，咱师出大咱讲，咱来自清净的所在是清的，要做伊用即句来解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每一个拢有足清净的本性就对啦。你用清净，啊落来了，讲到尾啊，我问你清净，我是上听我知影，但是迄个清净吼，还是搞不懂，还是搞不太清楚。啊，啥物是清净？对啊，咱大概用安尼啦，来做研究。安尼，咱大家是看，啥物时阵会互伊感觉足清净？啊，我为虾米会认为这两字清净？因为咱课文内底第一句讲，咱来自清净的所在，利用这两句。啊，咱莫配合伊来用这个。啊，若伊着做咧讲嘛吼，是讲菩提就是本来清净，互伊净着三点水。吼，啊，落来了，这个清净伊净着动静的净。啊，当然咱毋免去解说为迄个清净，吼，啊，这到底是净动静，净啊。这咱比较就不解说，咱大概表达迄个意思。啥物时阵？咱本来拢有一个清净的自性，这个做讲的，毋是我讲的。你毋免想，你本来的自性就足清净啊。但是我真个感觉拢是毋是
你真若无迄物件，你要做吼，你迄就是苦。哦，但是咱看面就苦，人拢爱看有你，真正拢无来，是毋是？来到道场拢要看有诶，伊是真正真理真正诶上好。天为啥你会感觉天？只有九百千是因为是清诶，天若是清诶，你来知影啥物叫做九百千是？你看无啦。有啥物你会当看着九百？因为天是清诶。你若乌云罩你对啊也看无，迄若真正着乌是，你毋知是看无。啊，着大乌啊，迄个有足乌，日头本来日头边，我嘛看日头边；本来是即个乌边，我嘛看日头乌边。啊，若迄个有线，我就知影讲啊，日头就是边。哦，所以讲咱人拢爱啥？有啊无爱清，而且就是咱咧修的吼，有修的。啊，我过去有一个同事。你有咱做几年做？我公司一个科长，啊到尾啊，就偌久，我是哪里伫遐为着科长，啊伊是亲口，伊发去做吼，咱一个批评，啊有一天伊就讲，迄是别单位科长，啊走来我咧甲伊讲话，啊就问我家己互我个科长讲话，啊伊讲伊嘛是管着迄个啦，啊伊嘛是亲口安尼吼，啊伊就讲话，啊伊讲吼，伊到底看无啥，无啥，讲伊来到底看无啥。然后到尾走伫对去，青蓝不上枝遐去，伊只是讲伊对青蓝不上枝咧死。哦，去遐囡仔去足济，伊互伊感受足济，啊，对对对，啊，伊就溜我靠了去参加伊个伊个队，啊，我靠了到了嘛是对，我是以为即个题啦吼，遮一兄弟来到队了袂感觉，啊，就着毛衫，无看着啥，伊咧毛衫去摕，啥物上爱尊贵，绝对是真正上爱尊贵，即咱以后入去。是修炼人应该去摕，连人拢袂爱迄啦。人嘛要有物件，你看世间人，啥物人无爱牵而且迄个讲啥财产啊，厝爱愈大愈好，车爱愈水愈好，啊财产愈济愈好，人拢安尼嘛吼。所以无修炼的人爱拥有啥？拥有世间的一切物质，无修炼。有修炼爱拥有啥？拥有法相。这其实意思讲感觉到尾拢袂啦。有修炼了，你看我是我有啥物境界，我会当有神通，我会当有啥力量？其实讲啊，如果不是，真修炼人境界是看而家呢。哦，咱历史内底有一句话，我时常在用。哦，不显性上不露神通。不显性上就讲真正有性伊就我安尼，做有气质的，我境界足悬的，我咧真灵啊，不露相。不显神通。就去变现，咁真正讲伊有神通，伊嘛变现。哦，所以讲吼，看人会是真重要。若敢若你甲伊个看会无啥，真正你家己看无，敢若你看有迄问题，所以加油油毛嘛，咱另一个就讲，迄毛足爽油的，哦，真正你内地的人，你来内地位也看，内地的人你要内地的位也互你看无，哦，拢要看着有诶，逐个拢看有诶，是你讲，安尼呢？我有时咧比喻啦，讲啊好有钱人的相，甲郭台铭的相，啊，你世界人去看，郭台铭较伟大啊，有有钱人啥我毋知，我是知影讲伊咱迄款就有钱人，但是你是抗议社会吼，人是较批评郭台铭，袂批评咱有钱人，就是为虾米？因为郭台铭看，你看伊能力哦，企业大好大拼命，安尼呢？啊，好有钱人，我看好过。伊做啥无？伊无感受，但是咱互咱就感受一切，咱就知影讲哦，是啦。啊，所以讲建议咱像毛，那一般人拢爱看，所以讲真诶啦，咱我是过去打修炼吼，差不多民国70年，真正开始深เข้进入修炼诶时阵，你就先去人来开刷，就讲会未来以后，咱30年加祖师啊70年加强弱。我真人看过，咱得了物件，咱真得了啦。这个物件哦，你是吵架者，吵架怪声，人拢爱看话啦。你无互伊看，伊不爱入来啦。哦，安尼你，我互伊看，伊不爱入来。啊，你若互伊看我吼，是着足济。如果互我今仔日若迄个牛顶知影你发生啥代志，你毋信我才怪真正的。有没有？我接过这个能力啊。如果互我若真正讲假设有这个能力讲。你昨去倒哦，我会讲你毋敢知发生啥代志，
或者是我解决迄三代志，我要卖你嘛，做困难。你人拢爱看门嘛，你互我去着啥？我今仔生意了，你互我的，迄个讲啥事业趁钱，迄个平安迄个面团好去，你会感觉做事实，我真爱看，真理是第一优先。上天时在夫心夫妻，迄个人拢行入了去，所以以后的世界，过去之前咧讲的，像咱师傅咧讲的，迄真正是淘汰，什么叫淘汰？因为袂晓应付是一种，你讲我你袂晓应付是因为你家己的真正独立的经历，迄代表是你已经伫咧歹势当中，你无淘汰掉。但是以后你若无淘汰掉吼，听讲做这是咱师傅讲，也是咱师傅无效，到底老师傅啦，就讲你经过了这场的淘汰赛，你无去互汰去了，以后你会当饲着什么的家己，你家己要继续搞。你若讲淘汰了。淘汰赛吼，最近咧看四大运，还是讲看迄运动，我甲大概你啥叫淘汰赛？当然我无对运动无足了解啦吼，是讲倒咧研究。你若淘汰赛叫淘汰了以后，你四强，你咧冠亚军你无去，你无去啦，你咧甲冠军、亚军、季军你无去啦，你头仔就叫淘汰啦。安尼连八强嘛无，安尼你四强嘛无，今仔咱伫即段时间嘛叫淘汰。淘汰以后无好去，咱毋是咧做顺，但是咱无亲像，这世人内底无简单讲已经放下了，迄个足济就对啦，包括讲去真口有哪算一种吼，实在讲足好啦，但是有哪牺牲大，真正有哪牺牲大，因为你毋是讲今日爱食啥就啥，所以你出门嘛是无方便嘛，难免爱牺牲大，你都会堪指讲食菜，会堪指讲真口。会堪只牺牲者，到尾也是无亲像无安怎？但是咱人拢会看，所以了后来以后的世间吼，就像先生讲，若伊甚至讲到讲先生甚至讲到讲会点借现金，会真个互我进出来迄大生咧拢也袂点借现金。若真正有一个传，真正点借现金嘛吼，迄就大好业，真个毋是好业。